我想話，如果你仲係覺得出兩個 post，揾兩個 KOL 翻嚟咧，谷你哋嘅流量，拍多少少嘅宣傳片、食物片、着衫片，就可以揾到一班新客。我諗你要認真睇一睇我打後落嚟呢段片所講嘅嘢。傳統嘅生意第一次翻嚟幫襯你嘅客咧，大概得4成；第二次都係4成多啲。就算你做到幾好都好。餐飲業為例啦，但係如果你去到第3次，其實係可以高過7成。你所出嘅 post IG 或者係flat 去派俾出邊啲人，會有超過70% 咁高。我哋唔係要賣產品俾佢，我哋係要溝一個客翻嚟收兵。第一次你係拖緊佢手仔，第二次你係射緊佢個嘴，第三次你仲唔上車，我開定門㗎啦。第一擊要點樣做？當個新客入到嚟，你做一個動作係要令到其他同事都知道佢係一個新客。當佢揸住個餐牌想點餐嗰陣時，你就行埋去同佢講：今日我哋嘅排骨咧係做緊半價，我整一份俾你試咗先，然後再幫佢落單。直到7、7、8、8嗰陣時，你就再行埋一去，覺得今日啲餐點啊，下次再嚟咧，順手俾一張卡片去，卡片下邊寫住半價。呢張卡片就係話俾佢哋聽，我重視你，我私底下俾一個 offer 你，今日嗰個排骨正唔正先？如果正嘅，你下次一定要嚟試買一個雞翼，我再請你飲啤酒。好啦，第二次埋到嚟啦，佢攞住你張卡片，就準備一份雞翼，喺佢未點餐之前已經擺低俾佢。呢一份就係我哋嘅第2signature，你必定要試下。食完話俾我聽，如果你覺得雞翼好食嘅，你下次再嚟啦，我準備請你食個芝士蛋糕，我準備請2杯香檳。咁你可以提醒到佢喺落單之前已經有一個好 welcome appreciate 嘅動作。第3次見到佢行入嚟門口嗰陣時，基本上佢係有一半已經成為咗你嘅忠實粉絲。如果你唔係做餐飲，你做零售嘅，又點樣計法呢？3次夾埋我哋所送出去嘅產品，但係佔你哋嘅成本20蚊。第2次你所請佢食嘅雞翼，可能唔使10蚊以下，而去到最尾你再請佢食甜品又好，飲酒又好，50-60蚊。3次翻嚟成為咗你嘅忠實粉絲。喺 social media 嚟講，你嘅 real time 嘅 engagement 係超過70%，高到嘅客人。打後我哋開始推出呢個叫所謂嘅忠誠嘅計劃，因為 social media 上面我哋可以個別俾一啲獨有嘅優惠去，同佢直接對話，重視佢。如我之前所講嘅日本功能內衣胸圍，你可以送一啲細衫袋，係需要額外買嘅嘢，送佢一個好長期嘅優惠嘅 offer， 即係可能有個8000蚊嘅 plan， 單對單嘅個別服務，細鋪做到，連大鋪都可以運行得好好。今日講住呢度先，係咁多。